只需15萬嘅首期就可以買到一間4房單位。今日嚟睇嘅咧係雅居樂半山中心城，128方，而且係南北對樓，單價只賣8000幾蚊一方喎。跟住小林個鏡頭一齊上樓上睇樓啦。呢套單位電梯26樓，128方咧係做到咗4間房嘅。我哋嘅餐客廳同時咧都係南北對樓嘅。咁我哋從門口呢邊睇起。咁入戶門嘅位置呢，佢係贈送咗一個書房俾你使用，你都可以作為一個房間嘅，大概嘅話都有6個平方嘅。咁我哋跟住鏡頭過嚟睇下呢邊，北面呢邊呢係一個餐廳嘅位置，佢擺咗比較大張嘅一個餐台喺度，後期可以擺翻細啲嘅都冇問題哦。我哋對翻過嚟呢，就係一個廚房啦，係整咗一個 L 型一個廚房嘅。同時啦，我哋有個生活露台，睇出嘅景觀咧都係特別靚嘅，係望到三鄉嘅一個好靚嘅景觀嘅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南邊嘅一個客廳啦。佢呢個客廳咧都有成30幾方嘅。哇！出到嚟我哋大陽台呢邊嘛，呢個大陽台望出去嘅景觀咧就係半山中心城一個園林景啦，同埋別墅景都睇到嘅。而且咧，你睇下我哋係7米長嘅一個大陽台哦。我哋再繼續入休息區入邊睇下。首先第一個洗手間呢，咁咧佢係冇整踎廁嘅哦，有整乾濕分離。因為呢間屋之前咧業主係有住過嘅，咁後期咧需要再自己去執下，咁就可以住入嚟啦。咁3間房咧佢都有訂製咗一個衣櫃俾你嘅，而且每間房個景觀啊都唔會差㗎哦。我哋最後咧嚟睇下主人房一個空間啦。主人房係一個套間嘅一個設計，咁可以睇下我哋成個主人房個空間咧就有成15個平方啦。呢個7字嘅飄窗咧係揼咗嘅，同時呢邊都係向翻南邊嘅哦。咁呢個戶型咧我哋就已經體現啦，128方，佢依家放嘅價錢先放8000蚊一方，總價103萬。如果你睇啱嘅話，仲可以傾價嘅。咁半山中心城咧，好似呢啲戶型咧4房。放出嚟嘅咧反而唔多喎，南北對樓喎，而且係高層一個位置。如果你都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了解更多咧，就聯繫翻小林啦。